不等式4個符號，咁就分別有大於、小於、大於或等於、小於或等於，咁就4種符號。咁呢4種符號呢，有4個圖嘅，琴日講過4個圖。第一個要睇嘅係我畫咗條數線出嚟，標埋個0，睇返嗰條式，永遠未知數放左手邊，即係例如我而家有一個 x 大過等於-3咁樣啦，咁就畫條數線啦。呢個係 x， 畫個0出嚟，畫個-3出嚟，負數喺左手邊，喺呢個區域全部都係負，咁你條數線呢，就應該-3、-2、-1咁樣去嘅啦。跟住就係正1、正2、正3。然後佢話係-3喎，你就需要喺-3嗰度伸一條直線出嚟。跟住你見到有一畫嘅，你見到呢度呢有一畫，你就需要將個圓圈變成實心。如果佢冇一畫，就係空心。實心嘅意思即係包埋呢個答案，包埋-3，然後睇箭嘴嘅方向係向右手邊，咁你就畫一條直線向右手邊。呢個代表嘅意思呢，就係下邊所有嘅數字範圍都係佢嘅解，即係代表緊 x 可以等於-3， x 可以等於-2、-1、0，所有都係佢嘅可行答案。咁呢，就做咗好多練習，睇過呢點樣去畫圖啦，亦都試過呢去諗一諗佢啲正整數啊、負整數啊、最大最小嘅整數。今日呢，就講佢嘅特質。咁呢，有2位選手，第一位阿 Bob， 第二位 Patrick Singh。好啦，咁呢2位選手呢，就參加咗個考試，分別呢，考試呢，阿 Bob 呢，就考咗40分，然後呢，阿星呢，就考咗49分。份考試呢，就100分滿分嘅。好啦，喺呢個情況呢，你可以知道呢，阿 Bob 嘅49分係大過阿 Patrick 嘅，阿 Bob 嘅40分係細過 Patrick 嘅，調轉咗啊。應該阿星呢，就靠運氣呢，就考得好啲嘅。好啦，咁如果而家條題目就話出錯咗，所以呢，每人都額外俾多5分大家。原來呢，有條題目原來係5分嘅，打咗做0分，所以呢，就全部每人都加5分，每人加5分，出錯咗。當每人加5分嘅時間呢，阿 Bob 就係45分，阿 Patrick 呢，就係54分，維持不變呢，都係阿 Bob大過阿星嘅。你會見到個符號呢係冇變過嘅，所以呢，大家加同一個數字嘅時間呢，佢哋呢都係冇變過任何嘅嘢啦，都係阿星高分啲，都係阿星勁啲嘅。好啦，咁你見到加同一個數，兩邊加同一個數，個符號係不變嘅。咁我哋又再睇啦，如果減同一個數呢？如果而家話大家呢，因為條題目最後呢，有一條呢就當唔計分啦，每人都減返5分，每人減5分。咁而家係35阿 Bob，阿星就係44，維持住呢都係阿星高分過阿 Bob 嘅。你會見到呢，無論我係加定減都好，個符號呢都係一致嘅，冇改變嘅。咁呢一個呢係不等式嘅性質。OK， 咁你望一望啦，咁好繁複嘅，呢啲係佢嘅加法性質呢一度。好啦，咁再嚟咯，因為大家實在考得太差啦，所以呢，
我想將個分數倍大佢，令到佢好似好睇啲。咁呢，我想將個滿分轉做200分，咁即係將份卷所有嘅1分就變2分啦。咁睇落呢就好似高分啲啦。咁我就將佢哋乘2，兩個都要乘2，因為份卷乘咗2個總分。咁你會發現呢，阿 Bob 呢係80分，阿 Patrick 呢，佢呢就高分啦，佢呢有98分。但係維持住呢都係阿 Patrick 阿星呢大過阿 Bob 嘅。你見到個符號呢係一致嘅，係冇改變過個方向嘅。開口呢依然呢係向住阿星。好啦，咁呢，呢個呢，如果我哋而家又望一望咯，萬一佢而家個分數呢，我覺得好似大得滯呢，都係好核突喎。咁佢哋一齊除啊，試下一齊除同一個數字啊，一齊除個5啊。我要將份卷變20分做滿分，即係除5啦。咁大家除5嘅時候呢，咁阿 Bob 有8分，阿星呢就應該呢49除5，咁就9.8分。你會見到阿星都係大過阿 Bob 嘅，佢嗰個大於等於呢個符號係不變嘅。咁呢，你會見到呢度就係呢條啦，好似有啲複雜，不過唔難嘅。如果你諗翻呢，呢個就叫乘法性質啦。佢哋乘同一個數字或者除同一個數字，都係個方向一致嘅。你會見到無論係加同一個數字啦，減同一個數字呢，都係冇改變過佢嘅方向嘅。永遠呢都係A 大過 B 就會係 A 大過 B 啦。咁呢度呢就係你要知嘅嘢啦。但係唔好意思啦，有一個特別嘅 case 係唔同嘅。請你特別留意負數。好啦，正路嚟講呢，我用個簡單啲嘅例子畫條數線俾大家睇。正常嚟講，你會見到越嚟越大㗎嘛，個數字係越嚟越大嘅啲數字係，所以呢，你會見到呢1係細過3嘅，但係即係越靠右邊呢就越大，越靠左邊呢就越細。咁問題嚟啦，-1同-3去做比較。-1靠右邊係大喎，你望下-1喺邊？-1喺度，-3喺左邊嘅，所以呢，呢度就要留意返啦。-3呢係細過-1嘅，負數係相反嘅。好啦，咁而家萬一我而家去睇啦，阿 Bob 本身係40分，阿星係49分，我而家將佢乘一個負數，可能唔好乘太大啦，乘-1啦，就兩邊一齊乘-1。而家一邊係-40分，一邊係-49分，呢個係減分嘅遊戲嚟嘅。你覺得減49多啲定減40多啲呢？邊個勁啲啊？應該係減40少，係減得少分啲，即係佢應該勁啲嗰個啦。所以你會見到呢，呢個符號嘅方向呢轉咗啦。-40係大過-49。望一望，佢哋嘅方向係唔同嘅。乘負數或者除負數呢係要轉方向嘅。所以你望到啦，呢度但凡你係乘一個負數啦，
乘負數或者除一個負數呢，個方向呢係唔同咗嘅，會改變咗嘅。我用第二隻顏色，係要調轉嘅。好啦，咁呢度呢就係所有不等式嘅性質。咁啊，可以諗翻阿 Bob 同阿 Patrick 嘅例子啦。咁我哋去睇題目啦。唔需要理佢講啲咩㗎，簡單啲。你之後見到嘅題目呢，只會有呢個字嘅啫，解 y 加5大過等於9，只會有呢啲嘅啫。你所有呢啲嘅題目做嘅一樣嘢就係解方程。你個腦諗住嘅嘢呢，就應該係你要解方程。咩為之解方程？你要將個未知數獨立一個放左手邊，即係我要計到 y 等於一啲嘢。解方程就係未知數等於一個數字啊嘛，所以 A 嗰條你就可以將呢一個大過等於諗佢係等於 OK。如果我平時叫你解呢， y 加5等於9，正常就係9減5等於 y 啦， y 就等於4啦，完全係一模一樣嘅 logic。我只不過係呢，而家唔係等於呢個符號啫，而家唔係等於呢個符號，而家呢，只不過係大過等於，照抄返佢。因為佢係一個加法性質，佢冇做過任何乘負數或者除負數，所以係唔需要轉嗰個符號嘅方向，唔需要轉個符號方向。咁我哋再睇咯，你就當係解方程。只要冇乘過負數，冇除過負數，就唔需要轉個方向啦。咁但係呢，我哋睇一睇 E 嗰條。正路嚟講呢，6減 y， 跟住呢14大過等於14，你個腦呢就應該係諗緊我要點解方程。6減 y 等於14啦，你正常呢就係14減6等於負 y， 然後呢度呢就係8等於負 y，y 就等於負8啦。正常就係咁做嘅。而家呢，你就一模一樣嘅做法，你將個加6將佢移走，移過去變做減6，咁剩低就係減 y 啦。負 y 大過等於8，請你注意，你而家點整走呢一個負啊？呢個係講緊咩意思呢？呢個係講緊-1乘 y， 所以你要整走個負，你就係應該兩邊一齊除-1。所以你大家做緊嘅嘢呢，我呢度注意，就係負 y 除-1， 8除-1，你先可以整走咗呢一個負，你先可以約走咗佢，出最後嘅答案 y。但當你一除-1或者一乘-1，但凡乘負數 ，OK， 注意啊，乘或者除一個負數，就需要轉方向啦。原先係向開口係向住個 y 嘅，咁而家要轉方向呢，個開口呢就要向住個8啦。你會見到係調轉咗嘅個方向，
係唔同嘅兩嚿嘢。咁最後呢，就會 y 細過等於-8。咁如果要你畫翻幅圖，咁下邊呢條線呢就係 y 啦，然後0啦、-8啦，喺-8度等於實心嘅，向右手邊嘅箭嘴，永遠未知數要放左邊。咁你會見到呢一度所有嘅答案都可以啦。咁如果我問你最大的可能性 y 最大的整數，咁你會答人幾多啦？俾5秒你諗。y 呢個因為係實心，所以呢-8都可以係 y， 或者-9啦、-10啦。咁最大係右手邊最大㗎嘛。OK， 所以最大嘅可能值係-8啦。咁就完成咗個解方程啦。呢度呢，請你做咗佢，有好多條，咁你睇下點樣解方程啦。咁我講多一條，咁拉落去課堂練習6.5。講2條啊。我哋講 A 嗰條，而家8y 細過16，然後我點樣整走個8呢？我要左手邊淨係得個 y， 咁我係由乘8調過去變做除8，所以16除8。但係因為呢個係除正8 ，OK？ 因為佢係正數，所以呢個符號呢係冇改變到嘅，個方向都係向住同一個方向，所以我會有 y 細過2。咁你畫翻幅圖嚟睇嘅話呢，就會係細過2啦。因為我如果問你 y 最大的可能性的整數，你就可以答人係1啦。點解唔係2呢？因為呢個係空心嘅，即係2唔可以係個答案。咁下一個整數就係1啦。1.99可以係 y， 但係我要問你整數，咁下一個就會係1。做多一條，多嗰條-6細過 y 除-5。我點樣令到 y 獨立放一邊呢？我先唔好理 y 放咗左手邊定右手邊，因為呢度有個-5，我要整走佢，由除調過去就要變做乘。單範而家係咩啊？乘一個負數，只要乘負數，即係你移走嗰嚿嘢呢，係要用乘或者除嘅方法呢，整走個負數呢，你就需要轉啦。-6乘-5，咁呢個得返 y 啦。本身開口係向住 y 嘅，因為負數係調返轉嘅，乘除負數都調轉嘅，所以而家嘅開口呢，就要將佢轉啦，轉向個開口大啲呢，就要向-6乘-5，咁即係會出咗30大過5y 啦。咁呢，請大家留意個開口，
開得大啲係向30，細啲係嗰個尖尖係向 Y 嘅。咁我要永遠呢，只可以擺個 Y 喺左手邊，所以 Y 呢，你會見到係細過30嘅。咁個尖尖呢，細啲個開口呢，就會係向 Y， 大啲係向翻30。咁呢度點解突然間轉呢？就係因為我要將個 Y 放左手邊，未知數放左邊。但係呢 E 嗰條呢，大家就會混淆啦。最後一條啦，真係-45細過5Y， 30秒俾你解咗佢。好啦，呢度係5乘 Y 嘅意思，所以呢，你要除5喎，你要將個5呢由乘調過去變做除，咁就會係-45除5等於細過 Y 啦。咁呢度嘅符號呢係 keep 住同一個方向嘅，點解？因為而家係除一個正數，你整走嗰個數字係正嘅。雖然-45係負，但係佢本身就已經喺度啦，所以係冇任何影響。咁你就會知道 Y 係大過-9，但我要將 Y 要放右左手邊，所以 Y 個開口呢個大開口係向住自己嘅，所以呢，大開口都要向翻住自己，咁就會係 Y 大過-9。咁畫翻幅圖出嚟呢， Y 0 -9冇等於就空心，所以最少 Y 最少的整數係幾多啊？最細-9下邊呢啲所有嘅可能性都可以係 Y， 但係-9唔包括喺入邊，所以最細嘅就應該係-8啦。咁就透過用解方程，個腦仔就係諗解方程去解翻晒，做晒咁多條對答案。